也。怎么回事？别闹，起来！你看，起来！睡觉你看嘛。什么东西我不敢看啊！我密集恐惧症哦。他们好像说话。哎呀，你帮我看一下呀。是字。齐天大圣孙悟空兴起。常闻齐天大圣孙悟空武功盖世，法力高强，震动人神两界。春30娘一介素衣，仰慕不已。低调一点嘛。呸！冒牌货。传说藏妖峰中有一败妖出没，作恶多端。小女子有心讨伐，无奈功力尚浅。我去！去你个头啊！哎呀，好，告诉你们主人，我去，我一定去啊！不检点，我们一起去，好不好？走啊！你找你的春30娘，你为什么要我给你换装？仙子啊，你知不知道你长得有多么的好看啊？好不好关你什么事儿？哎呀，说你好看你也不甘心啊！我跟你说呀，男人泡妞呢，不是让一个美女在身边的，所以呢，你看我这一路上一个成功大善男里都没有哎。我不干！那孙悟空，行了吧？你看看，这样多么神清气爽啊！没办法呀，做戏做全套嘛，我们是专业的呀，不然呢我会被天批的。真希望老天赶紧批了你批！走啊！这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。桃花过处，寸草不生。春30娘果然名不虚传呐！看他那轻浮的样子，准没想什么好事。外貌9.5分，身材9分，性格冰山美人100分呐！我喜欢征服的感觉。眼神里写满了猥琐。看见我炙热的眼神了吗？感受到我暖暖的爱意了吗？就让我这火热的爱融化你这座冰山吧。跟那帮臭男人没什么两样。哼哼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哎，我就这臭男人啊！快来收拾我吧！喂，你们2个这么久也不说话，打个招呼吧。春30娘，齐天大圣孙悟空，如此，我也不介意你叫我空。你今天累吗？什么？你一定很累，因为你在我心中已经跑了1整天了。
哎，你的爸爸是个贼吗？我没有吧？哎，这个问题不是这么回答，你应该问我为什么要这么问。来，我们再来一次啊！你的爸爸是个贼吗？哎呀，看来一定是风象星座，喜欢让人捉摸不定，好喜欢。你的爸爸一定是个贼，因为他偷了世界上最亮的星星，放在了你双眸里。恶心！没想到你的小弟还挺厉害的。哎，他已经是我手下中最笨的一个了。等有时间呢，带你见见我的队伍。你还有队伍？当然了，不过什么？现在手下太多了，人心散了，队伍不好带呀。他居然有这么多手下！我真是厉害，手下的身手都是如此。看来这孙悟空的确不好对付，我得谨慎行事。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。哎呀，这个树林真的很美呀！此时此刻，我想吟诗一首。啊，树林啊，你真美；蜘蛛啊，你4条腿。好听吗？8条腿。不好意思啊，蜘蛛啊，你8条腿。哎，我饿了，要么你去捉一个鸟来，我们烤着吃。鸟啊？趁你没有防备，我偷偷动些手脚，让你有去无回。好啊。做点手脚，让你好好出出。天助我也！怎么回事？常人中了我的金钱掌，不是五脏俱裂，也会嘴歪眼斜。他竟然毫发无损。我的霞光万丈，向来力无虚发，众者都会嘴歪眼斜，口齿不清。你这个臭猴子，还能这么灵活的转鸟？不会是花果山走出来的齐天大圣啊？这鸟是被深厚的内力震碎五脏六腑的。刚才孙悟空只是轻轻一抓，竟能使出这么强劲的内力，而我的法术对他完全不起作用，这太可怕了。难道我的法术失灵了？这2年后可没有大圣那样的本事。恩公，小女子才疏学浅，怕是不能为你报仇了。难道是春三十娘搞的鬼？腾空利落，出手干脆，落地完美。
要是每次泡妞都能这么开挂呀，那天底下还有什么姑娘是我六耳猕猴泡不到的呀？哈哈哈哈！哎，有个山洞啊，要不要咱们今天就在这过夜呀？走啊！你让我睡外面啊？外面风大，多盖几片叶子，别冻着啊！哎呀，哎呀，这个山洞好软啊！三师娘，你睡这儿啊！哎呀，这个软硬程度最合适，还背风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睡这边，我睡这边。哎，不行，不能在这个时候睡着。喂，你们快点出来！你们在搬到我的嘴里啊！什么情况？地震了？不是，是我的心在跳。哎呀，都什么时候还有心谈恋爱啊？